现在不止超高楼，一些公寓比较低楼层的，假设如果你像场地是安全的话，遇到浓烟关门，然后就地避难，然后打119，消防人员会报你的所在位置，然后让消防员进去把你带出来。从市长上任到现在，总共花费了9亿多，相关的救灾车辆消防车有99辆，相关的救灾车辆达到222辆，明年还有2辆的云梯车会启用，包括明年的总共有7辆的云梯车，在云梯车的采购上就已经花费了2亿多了，所以在这个可以证明说，市长对消防救灾设备的更新、替换方面是非常的照顾，希望这些设备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够及时发挥它的作用。它是我们市场任内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云梯车市场内总可以汰换了5台云梯车，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采用我们瑞典大厂的全新底盘这些安全装置包括 AEB 的自动紧急刹车跟我们车侧的稳定的部分平台负重的话可以到达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这台就是更偏向于有电脑辅助控制，在操作的顺畅度之类的，就是比旧的311车还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无人机然后我们的消防机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载相关的我们的热显像仪，可以从空拍监视我们火场的温度，还有我们的消防机器人也是有搭配我们的热显像仪跟我们的五用气体探测器，可以探测我们现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还有结合我们的 AI 的一些辨识功能，可以辨识我们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们山域救援的人像，这些都有透过一些 AI 的科技来做结合。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启用云梯展地护家园，卫星火柴天力器。为了因应这个新形态都市的高楼林立，消防设备高空救火或者高楼救火的时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装备。我们特别斥资3650万来购置52米高的云梯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所以说面对将近16层楼高楼的火警是可以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应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市民朋友们要做好消防意识，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内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用火。有好的装备，有好的训练精良的人员，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民众要有消防意识，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杨硕怀，欢迎收看6月2日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活化原台湾首府大海校地所转型的展文市政园区，22号搁加添重要的服务重点，就是台南市第6座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进驻，以及全台第1座心理健康教育馆的成立。未来者将就近提供大展文区的民众更完整方便的心理健康服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无心理健康就无真正的健康。为了让心理健康加入每一人的生活，台南市打造了全台湾首创的心理健康教育馆，让民众无需要歹势讲，会当坦然面对。第7场委托立委陈廷辉以及卫生福利部等贵宾的见证，台南市第6座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以及全台湾第1座心理健康教育馆正式进驻展文市政园区。馆内设有4大展示区，包括发现证书、互动体验以及疏解压力的方法等等，邀请民众用潜艇之旅的方式来探索心理。我们用了3个动物的形象，
来代表我们怎么样去应付我们生活里面的压力啊、沮丧或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会先看到这个大鲨鱼，那鲨鱼就是因为透过它的鳃可以过滤，所以我们只是提起这个意象，是告诉大家，当你有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会过滤。面对韩国戏剧提全教育等情，嘛显示真侪人的生活相当物质，甚至一直吞论。透过心理卫生中心，要来帮助大家。很多人生活得非常压抑，所以这个韩片铁拳教育才会非常夯。但事实上，铁拳教育讲的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在走到那一步之前，有很多地方可以缓解自己的心理。所以不管是学生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大人，甚至老师来这边。甚至我们自己的社工师来这边走一走来放电也好，或放松自己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央甲地方合作，麻豆区的心理卫生中心都来协助一般民众，嘛透过职能福建的训练，要来协助精神康复者自理生活，甲回归社会，和心理健康的资源更加生活化，亲近民众。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热天来到，台南上有名的国际山野节，特别伫咧6月27顶中，台南市政府2月2号举办宣传记者会，由市长黄伟哲甲农业部长陈振贵共同替台南山野芳滋滋味做促销。2026台南国际山野节以着相约台南，种下芒幸福为主题。活动将伫6月27、礼拜2天，伫走马路农场盛大来登场。2月2号上午，市府农业局嘛特别举办活动的宣传记者会，包括农业部长陈俊基、立委陈廷辉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拢到场为活动来宣传。台南芒果能够外销固然是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内销市场，那能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那也非常感谢农业部。还有感谢外交部一直在帮忙台南的农产品外销。至于我们的消费者，也非常谢谢国内的许许多多的通路。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农民，如果你种出来的东西不好吃，人家捧场也只有1-2次。所以说我们谢谢我们的农民种出这么好的芒果通路商很给力，然后我们的消费者很爱购买，那我们就能够成就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产业。那希望大家一起来627、628。来到台南国际芒果节627、268之后呢，能够多多吃、多多买、多多喜欢台南的芒果，推荐给亲朋好友，这是最棒的。农业部一直支持我们台湾各种农产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产业永续的一个发展，让我们的农民的所得能够平稳维持，甚至于更高。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我们每一年针对重要的农产品，都会做有系统的国内的行销跟海外的一个拓销。特别是芒果，各位都知道，芒果全台湾扣除了土芒果以外，大概是13000多公顷。那其中台南市就占了大概6800多公顷，将近6900公顷。换句话说，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芒果，每2颗就有1颗是来自于我们台南市。市长表示，台南是全国重要山野的产区，不但产量第一，而且品质优良。市面上每2粒的山野，有1粒来自台南。加上近年来销往日本、韩国、甲伫新加坡等，拍开国际通路。活动现场，市长甲伫部长嘛同齐来制作芒果沙沙，互民众看甲想要马上来品尝。今年台南国际山野节，为了有山野的主题手作 DIY、互动游戏、农产的展售，甲就是农教育等精彩的节目，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或者是亲子，6月27、礼拜2天，做回来走马路农场品尝甲的旅游。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议员林美燕结合台南妇女联合会甲康恩金慈善爱心协会等团体合办暑假60岁学生免费营养中昼顿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连续12档举办，总共18间学校320位学生受惠。
有议员林美的梅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甲着中华九子慈善会等真侪善心的团体，共同合办暑假绿色活动，免费的营养午餐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连续12档来举办，将帮助南区甲着安平区总共18间的国中小绿色活动。放假期间，我们的小朋友肚子就是一样饱饱的，一样快乐、平安长大。我求这起所有父母的心呐，这种包括我们在座所有的校长我们共同的心愿呐所以今年我们即将从7月1号到8月28也是我们今年度的暑假。这些暑假在这一次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求请了教育局这边来就是协助跟我们各个学校来做一个就是登记今年总共有320位学生就是今天会来在这个暑假会来领取这个爱心便当这样子的一个营养午餐，它代表的不只是社会人士的爱心，它也是一个营养的补充，更是一个什么希望跟爱的传承，这个善的循环我觉得是对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正能量，所以我们一直很乐意的举办这样的活动。那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12年不简单那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孩童，那也希望我们这样子的活动以后能够长长永远那一直传承下去。现场出席的包括受辅组的学校代表、市府教育局副局长杨志雄，嘛代表市府来递赠感谢状。感谢善心团体付出，期许各校啦就是我们拿到这个美味又健康的这一个餐点就一定要记得让孩子这边学会这个惜福跟感恩。有一天我们有力量的时候，也要帮助这个社会所有的人李议员服务处的执行长，同时嘛是未来要接棒的参选人叶汉勋嘛表示，今年与当地便当业者承接的意愿无关。未来将持续找出有意愿承接的业者，或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会用持续来办落去。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东亚公会举办年度会员大会，吸引这会员代表出席参与。面对这几档全球经济波动甲房市政策调整，产业界普遍感受到市场挑战。也不过，工会理事长认为，随着科技产业持续投资台南，未来发展有望达到期待。成立超过43档，拥有800外间会员的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东亚公会，长期扮演着三观合沟通的桥梁。公会理事长宋玉豪表示，过去一档房地产市场面临多重压力，会当讲是近年来上艰困的一段时期。但随着科技产业加速布局，台南发展前景也是真乐观。目前南科 AO 区台积电要积极来这边设厂，我想对带动整个大台南的房市是一个超级利多。那另外在沙仑区的部分也已经都在做这个规划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高科技的厂商到台南来进驻，那即将会带动我们台南市一些刚性的需求。除了产业发展早来热岛以外，交通建设同款嘛受到关注。行政院已经核定台南第一条捷运南线，未来将会串联重要生活甲产业廊带，佮加上360副都心北安商业区等重大开发案持续推动，可望带动整体都市发展升级。台南已经通过捷运的这个规划也即将要开始进入实施做新建。那我们会积极争取看是不是能够比照高雄或者是台中在捷运点的这个800公尺以内去做容积急剧提升的奖励以及我们已经争取多年的台南错的这个容积提升奖励办法，是不是能够让市政府这边加快脚步来推动让这个法规能够尽快的通过来造福我们台南同业之间这个营建业的发展。尽管房市短期面临景气甲政策挑战，
但伫科技产业持续投资以及重大建设陆续到位的带动之下，台南未来发展潜力备受看好。产业甲建设双引领同步推进，也互各界对着大台南饭市后世发展充满期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鼓励公立幼儿园提升自助餐点比例，落实健康饮食教育，台南市教育局推动115年公立幼儿园餐点精进补助计划。22号伫北河区大德国小附设幼儿园举办成果发表会，现场展示老师团队甲厨工阿姨共同研发的8道创意美食，更加配合在地特色食材结合餐点，互食育观念对细汉定金，小朋友是食甲健康佮欢喜。精进餐点，点石成金，耶！为全面提升幼儿园餐点品质及共善环境安全，台南市自113年起推动幼儿园食品安全辅导计划，透过营养、环境及人员3大面向同步精进，打造更健康安全的幼儿饮食环境。这次在白河区大竹国小附设幼儿园举办的成果发表，现场展示学校老师与厨工阿姨们携手展现的创意巧思，将健康饮食与在地文化融入餐点设计，成果丰硕。我们学校的厨妈，还有我们幼儿园老师呢，他们共同研发的自创的自制料理，那主要是给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来食用的。那我们的取材呢是在地的食材，像今天要示范的一道菜呢是藕圆红枣汤。那藕圆不是芋头，而是我们当地的莲藕粉去制作的藕粉，所以我们的设计餐点都是以在地食材为主，然后强调的是少油少糖，然后能够兼顾到孩子的健康。白河是全台知名莲花产区，大竹国小这次特别将莲子、莲藕等在地食材融入料理设计，不仅提升餐点营养价值，也让孩子透过品尝美食，认识家乡特色，实践从产地到餐桌的食农教育理念。这些菜品呢，都是用我们白河在地的，像莲藕粉啊、莲子啊，都有入我们的点心。因为我们觉得孩子的点心应该要吃在地，比较健康，而且也符合环保的低碳精神。教育局长郑兴辉也亲自到场与幼儿同乐，并肯定各校持续推动饮食教育的用心与成果。郑兴辉表示，市府长期以健康、营养在地化作为幼儿饮食教育核心，持续强化食品安全与卫生管理，透过在地食材融入课程与餐点，培养孩子正确的饮食观念，让孩子吃得健康，家长更加安心。餐点专精，点石成金。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2026超台北音乐节将伫咧8月22到9月6號登場，串聯演唱會經濟、產業趨勢、城市行動等14項系列活動，卡數包括國內外製作歌手演出，其中金曲樂團告五人甲五月天瑪莎將頭擺合作帶來精彩表演。告五人与五月天玛莎同台，宣布即将在2026潮台北音乐节合作演出。首度合作的他们互开玩笑，让民众期待届时的表演。2026潮台北音乐节即将开跑，由台北市政府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主办的台北音乐博览会与亚洲音乐节，策展人黄韵玲召集5位人才共同策划，并率先公布音乐节卡司。讲这次其实我们密集的开会，大家讨论真的非常激烈，真的对。然后要在今天呈现也介绍给大家，那我想每个人都有很想要说的话，没错没错。对，还有人做噩梦，对，怕起不来，哇塞，这个压力之大了，比你们选团压力还大，真的。因为这一次是我们首次登上这件演讲，然后这次也很开心可以跟玛莎哥一起合作这个 project， 然后我们是第一次
第几次？就除了录音之外，第一次台上我们4个人一起。对，是。然后非常开心，然后还真的省了一个贝斯手的钱，然后对，谢谢，谢大哥，谢谢 ，My pleasure， 谢谢。然后，所以我们很期待可以跟沙哥来打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歌单。因为上次我们在伦敦录音的时候，就是他们3个就是都聊得超开心，然后我就在旁边等，因为我要录 vocal， 然后他们就自己在那边 jam， 然后我就想说，好像真的没有我的事就有点小孤单这样。然后这一次这个就是演出终于有我的事，哇，对我就觉得太好了，终于有我的位置在。一定有你的事的，非常精彩。那谢哥呢？这边会打出什么不一样的节奏吗？否 JJA。上次在那个伦敦录音的时候，跟马莎哥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弹贝斯的声音，就通常在演唱会的时候，场地很大很红。对。然后这次又能够听到，虽然还不确定歌单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在对交流了，是精彩绝。潮台北举办第2届，紧扣着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与城市行动3大核心，借此带动周边消费与观光产值，也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我们这次有26个 live house 一加入到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来，跨了8个行政区。大家知道台北市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的多元文化，我们的创作的能量，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演唱会经济里面，就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在北流到呈现，以及我们在 live house 各种，我那时候去年跟前去了好多家，每一个 live house 的风貌都不一样，所以就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了解台北。这时候呢，一定要在演唱会经济里面深入到每一个的场馆里面去。再来呢，有关于产业趋势，大家知道，你要知道现在世界流行什么，那当然要最潮的就是来潮台北。所以产业趋势，不管是在产业局，我们有一些论坛，还有呢，包括我们到时候很多重量级。在流行产业里面，都会来做这样的一个我们相关的座谈也好，演讲也好。另外呢，我们还搭起平台，让国际很多的国家都能够来到这边来做相关的媒合，也希望让我们的流行产业有机会让世界走进来，让我们的产业走出去。今年特色里边，我们在品牌展览里边有60个品牌。在这边做展览，又利用北流的1楼、2楼的空间。那今年最特别是，我们会有10个国际的展位在这里。这10个国际展位，除了各位熟知的国际音乐节展位之外，会有几个国家类似文策院这样子的单位也来北流来设展位，我想这是一个蛮特别的部分。那另外，我们会邀请超过100位的国际音乐节策展人、节目买家以及亚洲媒体。来到台北来做整个的过程。那在这里边，其实参加的单位，不管台湾的音乐产业、唱片公司、经纪公司或是音乐节之外，他们可以参加我们有500场的媒合。我想我们之前就在旁边主流唱片公司，他们会最在意的是，第一个是艺人的演出，第2个是媒合。所以我们是用 Terra 这个场地做500场的媒合，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那我们今年会有至少2场的 Keynote 以及4场的国际论坛。今年大概至少会有这样子来组成起来之后，我们当然今年还会有3个电台，我们会做 Open Studio 在北流的场域里边。那当然，这是在 TeamMax 的部分，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桥梁。让国内跟国内之外，国内跟海外之外，其实很特别的是，在去年114年我们办完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国际单位、国际跟国际的合作是在我们台北发生的。所以 TeamMax 已经不只是台湾跟国际之间的交流，它也是国际跟国际之间的交流。除了音乐演出，也结合品牌展览、国际论坛、文创市集等活动，促进海内外产业交流与合作，延续去年首届吸引13万人次参与的热潮，再次展现多元文化的结合火花。记者翁俊台北报道。
拍电动不只是休闲娱乐，更是一门专业的所谓新兴产业。桃园市议会甲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合作，启动2026桃园校园电竞人才培育实践营。这届聚焦伫咧赛事转播、影音制作、甲活动执行等幕后专业人才培育。透过产官学丰富资源，带领有兴趣的学生实际接触电竞产业的学习。舞台上，巨大的电竞耳机与游戏摇杆造型仪式台，充满浓浓的科技感。桃园市议长邱义胜与青年局长侯嘉玲共同将象征产官学三方资源的彩色能量球注入其中，宣告2026桃园校园电竞人才培育实战营全面启航。随着电竞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人才需求早已从单纯的电竞选手延伸到赛事的企划、导播、制播、视觉设计以及活动执行等专业领域。为了协助在地青年接轨新兴产业，桃园市议会主动促成了这次实战营的推动，期盼青年能将兴趣转化为具备商业价值的职业竞争力。那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暑假马上就到了啊。过去桃园市议会也办了好几届的这个电竞的这个比赛啊，也谢谢我们桃园很多这个科技大学都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尤其这一次我们青年事务局特别加入这一次我们电竞赛的这个行列特别也举办了这个训练营让更多的这个青年有这个机会一起来体验这个整个电竞赛的一个过程我想给他们最大的一个鼓励跟支持，就是议会也加入这样的一个体验营来。让这个活动更加的活泼生动。有别于以往单纯的电竞赛事，这次的计划聚焦于幕后人才的养成。青年局表示，透过做中学的实战模式，能让年轻人深入产业现场，有效缩短学校教育与未来职场的落差。我们每一年跟议会其实除了合作办我们6都竞赛之外，我们想说怎么可以让更多年轻人更了解在电竞行业这个部分的发展，所以我们这次跟产官学来合作做人才培育的部分，让电竞进入校园，可以让更多年轻人透过这个培育，让他知道幕后的部分的人才是有需要哪些的技能。我们从今天开始报名到6月12号，那6月16号是我们报名截止日期，我们将甄选将近50名的同学们可以参加我们这次课程之外，我们最后会招募10位优秀的人才加入8月9号的6G电竞赛的一个赛事，让他们加入我们实习的行列，那更了解电竞竞赛的幕后的一些推动。这项培育计划从即日起开放报名，至6月12日截止。6月份将率先在健行科技大学举办一日职人讲座，邀请具备大型职业联赛经验的业界讲师来分享实战经历。最终，实战营还会透过校园师资与业界导师的双重评选，精选出10位优秀青年，直接投入大型赛事的幕后实作。桃园市期盼借由实质的政策推动与实作平台，为在地学者按下接轨数位产业的启动键，找到属于自己的新舞台。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请你跟我这样做：1、2、3、4、5、6、7、8。